一个天灾地变，真侪人是无心情去佚佗。来看这缅甸大地震的第二天，去到泰国的无人机帮，大多数拢是照常起飞。不过，也是有一寡民众心内会惊。航空公司也推出着应变措施，包含着华航、商务、中营等等呢，拢是伫咧机械内面会当免手续费改无人机票或者是退机票。另外，观光署也宣布讲，参加泰国缅甸的团体旅游，会当依照着外国旅游定型化契约要求。解约甲退钱。旅客赶行李到柜台办理登机。泰国缅甸强烈地震第二天到泰国曼谷，坐飞机的人虽然无比其他亚洲国家遐多，不过多数班机也是有照常起飞。像那个卡图卡那个地方可能就不会去啦，对，其他地方还是会照旧啊，毕竟还是去玩啦。多多少少会，所以有询问一下后续要去泰国的客户，他们是说他们在那边的工厂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常常发生天灾，为咗旅客袂会应变，航空公司是推出上新的做法。华航4月15进前来回泰国曼谷、清迈、缅甸仰光，也有新武航空4月7时进前来回曼谷、清迈，也佮有中营航空3月29到4月30期间来回曼谷、清迈，拢是改票退票免手续费。建议还是用延团的方式，因为有一些所谓的必要费用，经常会造成两造双方的一些主张会有不同，也可以就是跟品保协会来寻求相关的调解。另外，交通部观光署也发布上新公告，为了维护民众旅游安全，参加泰国、缅甸团体旅游，范围无限普及岛，会使依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第14条，不可抗力因素来解约加退费。旅行社必须把必要费用扣掉了后，剩的钱退予旅客。旅行社要求要出团，那旅客可以解除契约啊，但是必须要赔偿啊，最多会到旅游费用的5%。不过，根据观光署统计，2024年台湾人到泰国总共112万人次，2月、7月、8月拢超过10万上热门。也来缅甸是6492人次，所来拄到起名廉价，是不是因为地震而引发真侪旅客要来退团退钱，也有待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